你好，希慎25年中期業績。希慎係一間管理優質嘅公司，我諗冇人會反對。但始終佢喺樓市嘅高峰期投資咗利苑8期，呢個項目嘅樓面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尺，令到希慎嘅資本開支大增。從年報所知，項目將會喺26年竣工。屆時將會有行人通道由銅鑼灣嘅港鐵站貫通呢棟嶄新嘅商業項目。年報顯示佢嘅中期業績只有幾千萬，連1億都唔夠，點樣都唔算理想。而希慎係好重商業嘅辦公室，全世界都知道寫字樓難捱，大家都希望呢個市道能夠見底。佢嘅派息已經盡量維持，希望8期落成之後，現金流會有所改善。半年佢為投資物業減值9億，將所有嘅盈利沖銷。而家市值只係160億，股價跑輸同行。股價由高峰嘅50蚊到而家嘅16蚊，一半再一半。弄資產就係希慎都值呢個市值，希慎廣場。但你要股價再次展現強勢，我諗佢嘅資產減值嘅勢頭要完結先可以令到股價上升。最後近月賣出嘅竹林苑嘅初段成績都唔錯，套回啲現金頂住資本開支。若果竹林苑嘅租務回報率唔算高，賣出增加資金嘅回報，再投資未嘗不可。組合就洗濕咗個頭啦，點樣都同希慎頂到尾，我認為係值得嘅。希慎嘅財政仍然可以捱多幾年，期待有奇蹟嘅出現，希望香港再現復甦嘅道路。